他们不论大事小事吵架冷战，他们不止不跟对方说话，还不跟我说话。如果刚好在附近会被扫到台风尾啊，你不直接去跟他讲，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这样不好，你一直跟我讲没有用啊。我站到4分是因为我觉得，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就有这个义务要去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非常收看2礼拜的社会十天补。2礼拜社会十天补，我来讨论一下你爱社会可能都有過經驗，我喊得無就你留你討論，希望大家按照一個社會爸爸問題開始談。我想請問小朋友，就是你如果看到父母在吵架的時候，你覺得這對父母各像哪一種動物這樣？所以你們的答案是？我觉得吵架的爸媽像鬥魚，因為他們彼此不講話，然後各自行動。我觉得吵架大媽像水母一樣，因為水母沒有腦，然後他們說出的話都不經過大腦思考。我觉得吵架的爸媽像貓，因為貓生氣的時候毛都會蓬起來，像要快爆炸的樣子。我觉得吵架的爸媽像獅子，因為他們互相吼來吼去，很恐怖。哇！我觉得吵架的爸媽像後頭龍，因為他們吵架的時候感覺很可怕。好，2禮拜社會十天補，真係大家來關心些，也愛嚴格。勇敢散。社會你有看過讓爸爸媽媽嚴格冇？唔會接受咩唔嘅，家庭呢啲嘅吵罵嘅，知道唔點樣嘅先真好呢？唔可能會想辦法來當家庭嚴格，不過無論用嘅詞沒冇用，肯定家庭嚴格唔會驚，冇依附也係艱苦呢。今年醫護人員做過一份兒童嘅願望韓國煩惱問卷調查。19就有1股嘅小朋友，認真爸爸媽媽感情唔好，接受嚴格，遲到當煩惱。嘅社會唔係其中一點麼呢？看到爸爸媽媽嚴格家下，都會想一問：明明都係大人呢，用喊唱係成人嚟用嘅呢？查位眼球總算停下來嘅，啥要一句話都唔同對方講，唔知要冷戰到哪樣時？上嚟爸爸媽媽嚴格嘅世界，社會應用嘅係真好呢？原來對社會來講，唔太煩惱自己有一項是熱愛香草。到底佢哋樣板看待呢件事情，人家做了調查，這也是幫我們說明一下。爸媽吵架會讓你覺得困擾嗎？我們訪問了131位同學，19%的同學覺得有一點困擾，19%的同學覺得蠻困擾，6%的同學覺得很困擾，25%的同學覺得非常的困擾。所以將近70%的人，來，我們現場普查一下。首先，爸媽吵架會覺得困擾的，請舉手。怎麼說呢？如果剛好在附近會被掃到台風尾啊，有時候並不一定是因為爸媽在吵跟我們相關的事情，也有可能只是因為他們吵完架心情很不好，然後平常就看不慣我們的地方就會整個順便拿出來，對，也罵一罵。順便罵一罵。我是覺得爸媽吵架的時候，整個家裡的氣氛就會變得很僵，然後就變成說我本來可能想要開口問一個問題，可又怕他們口氣不好回我，所以就想說啊，還是先不要問好，還是先靠我自己的方法處理。你們會不會跟爸媽討論這件事情？我們有另外一個數據，我們一起來看好不好？小亮幫我們介紹這個數據。對爸媽吵架的感覺有沒有像他們說過？有32%的人曾經有向爸媽說過他對他們吵架的感覺，68%的人沒有。有的人呢，就是會說像我覺得很傷心，或者是再吵我也不想理你們了，或者想離婚就離，不要再忍。沒有的人為什麼不說的理由，大概都是害怕、不敢說，或擔心被遷怒，或者是不知道該要說什麼。也有的人說這不是我可以管的事情。我們看到比例後相差還蠻大的，3%跟將近7%。現場請問一下，你有跟爸媽說過就是吵架這件事情你們的感覺的，請舉手好嗎？哦，只有巧克力一位。那麻煩就您了。
我就是会跟妈妈说，或者是跟爸爸说，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这样一直跟对方这样不说话啦，这样的话整个家里的气氛都很僵，我也不知道要跟你们讲什么。然后他们可能都是知道了，明天就会和好了，不然就是都不理我说没关系，那不是你该管的事。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效果。那为什么其他的小欧都没有跟父母讲过这件事情？有一些理由可能就是爸妈因为钱的事情而吵架，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经济能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不是我该管的事情。你们有没有试过在爸妈没有吵架，事后过了几天去问为什么要吵架呢？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日后减少这样的吵架发生的机会？你们有试过吗？你如果就比如说在大家都心情很好的情况下，能够讲出那种话，可能那时候气氛就会降到冰点，可能气氛就会变得很僵。挖坟墓给自己跳，挖坟墓给自己跳，不是挖洞而已啊，是挖坟墓。我们听了大家的看法，其实我们也想要了解其他的小欧他们怎么看待，然后他们又有什么反应，所以我们请了我们的小记者也去访问他们。看了康利亚礼拜4位开天宠。请问你们对于爸妈吵架的感觉是什么？又来了。那你们爸妈通常怎么吵？就是吵架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就是互骂对方、摔盘子、骂脏话什么的，会吗？哦，爸爸会一直狂讲三字经。骂人的时候不讲脏话，感觉就没有气势的那种。你爸妈吵架过后，他对你的态度会不会有什么改变？例如把火气发在你身上，或者是会变很好。到底是安怎？对，就是那种吵完的时候就讲说，没关系。然后我们去哪里吃早餐，然后各种对我们很好，我就会觉得很不正常。就下次到底怎样？你对爸妈吵架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对爸妈吵架呢，我其实是觉得有点烦，你知道吗？烦。对。为什么？我觉得很烦，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大人了，他们都是成人，然后呢，他们会有时候会念我们小孩子，就是有事好好沟通，为什么要吵架？然后他们是不都一样吗？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他们吵，他们还会冷战，就是他们都彼此都不说话，然后有时候一冷战就是好几个礼拜，所以我就会觉得好烦哦，这样家庭气氛都很严重。这样。那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印象最深的一次，然后就是爸妈因为一件事，就是芝麻绿豆大小事，然后大吵，然后妈妈很生气，要搬出他那句台词，他就说什么要离家出走，我要离家出走，然后不要回来。然后呢，他这次真的出去很久才回来，差不多一晚吧。然后其实爸爸当天就气消，然后其实他也很担心。那你们吵架中的父母是怎么沟通的？我们客厅就是会挂一块白板，然后呢，就是他们冷战吵架的时候，除了请我们小孩子代替传达，就是也会在白板上写字。然后就是有一次，爸爸他要去工作啊，然后他必须5点就起来，然后呢他就用白板就说，明天我5点就要起来，要记得叫我。然后他就很放心的就去睡了。然后隔天早上起床看，哇哩嘞7点了。然后我爸就很生气，他也顾不了那么多，他就直接对妈妈大吼：“我叫你5点叫我起来，你为什么都7点了，然后你还没叫我？我去工作也是为了这个家庭的运作啊！”但是妈妈还是一言不发，指着白板上的字：“已经5点了，要起床了。”你知道，真的很无缘，超无言的。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吵到离婚那种啊，我觉得他们都没有想过小孩子的感受，他们都没有想过，如果小孩子在没有父爱或者是母爱的情况下成长，他们心灵会如何受创？可是有些父母真的是逼不得已，完全不能接受对方的喜好。那为什么不能接受当初还要结婚呢？那就是最矛盾的地方，为什么不接受当初还要结婚啊？当初爱得太热烈，有没有？一下冲动就去跑了结婚登记，有没有？对啊。咱看到热爱上操，唔但像系热爱事情甜甜，都无下强下生发两群社会也知道当电影脑咧，到底记得对哪条事情知道贴撇的电影脑？看来看你调查结果，来，接着我们来看第一个，吵架就算了，这件事情可以不要吗？
排名第5的是要我当传话筒，对当传话筒这件事情很排斥，觉得很烦吗？不会，还好，我没当过传话筒，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所以你没有扮演过白板的角色。没有。来，那我们看第4名，你们有没有感哦？要跟我说对方的坏话， 2位有经验，就是妈妈可能在面说，哦，你爸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吵架呢？然后在那边讲，然后爸爸就把我爸讲的很好像很烂的感觉，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想说，所以你叫我投靠你吗？那你呢，巧克力？我觉得你跟我说对方坏话，你不直接去跟他讲，告诉他说，我觉得你这样不好，你一直跟我讲没有用啊，我不能做什么啊。那我请教2位，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哈？父母在你们面前，不管爸爸或妈妈说对方的坏话时，会影响你对于爸爸或妈妈的评价吗？不会，那只是气话。对，反之亦然。所以你们听得出来那是气话。嗯 OK， 来，我们看第3名，要我选边站，有经验吗？各位，爸妈吵架的时候，你要跟谁啊？去干嘛啊？来，我们看第2名喽。说我不懂，不跟我解释。有人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哎，没有。小亮，那时候不知道爸爸妈妈为了什么吵架，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忘记是问爸爸还是妈妈，就问他说你们在吵什么，他就说小孩子不懂啦，这样。那你还有因此追问下去吗？没有，我想说算了，不懂了，不懂了。来，第1名，冷战，不说话。爸妈吵架之后，家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第2个声音了。哎，烦！来，5位有3位烦，姐姐，就是冷战了好久，最久的一次有多久？2、3天了。他们不论大事小事吵架冷战，他们不止不跟对方说话，还不跟我说话，跟你也冷战。对，然后比如说晚上，然后我问他什么，我就问他们说晚上要吃什么，然后2个都不理我。讲到这边了，大家都很好奇，哎，父母吵架，小孩子都很烦。那重点是做乜嘅喊嚟上操咧？看来你下禮拜社會太天蟲 Part 2。你的父母常吵架吗？我们今天邀请了6位家长，要来讨论关于父母吵架的问题。一道问题係人對8個位社會嘅文件當中潛出嚟嘅，有道問題問到按車架，有道問題看到你都冇奈何，所以一道爸爸媽媽會用嚟回答一道問題呢，也係研究嚟談看啦。乜嘅事情總唔得好好參詳，聽出愛嚴格比背來結結咯。第一題就是，為什麼有些事情你們不能好好講，要用吵架來解決這件事情？其实会吵架原因是因为可能长期的一些习惯，然后造成另外一半的不舒服或是忍无可忍。其实我们也很想要好好的讲，对，可是有时候就忍不住啊，好像讲到一个意见不合的地方啊，就会越讲越大声。我觉得不能够好好讲，是因为曾经试着很多次的好好讲，可是发现讲了没有效果。那我觉得其实，吵架在小朋友的眼里看到是吵架，但是在大人的世界里面，比较像是我们很大声的要告诉对方我们自己的想法跟立场。兩公婆咿咿呀呀，有上到聲音嘅麼？這個問題曾經我女兒就跟我問過了，那我回答我女兒，其實答案很簡單，她當我女兒，其實我沒有做過媽媽。所以每個人的情緒控管，從小怎麼培養，都是個人的情緒。那你當下只要發生問題的時候，其實你真的沒有辦法去顧及旁邊有任何人的存在，因為你只在乎說你自己的論點是對的還錯的。即使房門關起來或晚上吵架，我相信有可能都會偷聽到。所以與其不告訴他，讓他在那邊猜說爸爸媽媽2個人怎麼樣，會不會吵到要離婚啊？因為電視上常常這樣子演啊。然後會不會吵到要打架？與其跟他講，還不如我讓他知道，對，我現在是在吵架，但是我們吵完就沒事了。剛才姐姐問得很有氣勢哦，然後講了很多，不知道這麼多爸媽的回復，你們聽了有沒有什麼感覺？那個媽媽不是說
就是其实你在吵架的时候没有办法过滤旁人的感受吗？我觉得就是让我有一点生气的，要这么说的话，因为我觉得虽然你可能就是当下真的很生气，但是你也要想一下我们啊，就是你不能说因为我生气，所以我可以不用顾你们的感受，这样吧？我觉得我想要跟小亮一样，就是我也想要回应那个父母，因为他说，与其不要让孩子知道，干脆直接把事情全部都告诉他，这样他才不会有多余的顾虑。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常常像我就是很容易胡思乱想的人，所以听到他们在吵架就想说怎么办？他们又在吵架，我是不是应该要做点什么？可是我又不敢做什么，怎么办？然后呢，如果他们都讲出来说我们只是为了一点小事吵架，你不用担心，这样我会觉得安心比较多。OK， 来。从节目录影到现在后，你看到咧做乜嘅也會相吵，相吵時點會發生乜嘅事情，大家都想下問，係講真嘅有發生相吵咧，時候就你用解釋，你結棍呀講我之後，向下來回答。上半章提提嘅討論，做乜嘅也會相吵，相吵時點會發生哪啲事情？下半章就來看幾條相吵，你做的做乜嘅用解釋。來，我們來看這個吵架的時候你會怎麼做？就是27%的同學會直接離開現場，20%的同學會站在一旁，不知道該說什麼就無言，17%的同學會勸和或者是阻止他們。來，我們小額現場調查，會離開現場的舉手。全部都離開現場，那後面兩個不用問了，手放下。好奇，我很好奇，那離開現場你們能去哪裡？巧克力，你去哪裡？去自己的房間。然後呢，做些什麼事？就是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就是想象說我什麼都看不到，我看不到，我們不要理他們，我什麼都看不到，然後就開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面。但是那個吵架的聲音一直不斷的傳進來。那就聽音樂吧。聽音樂。嗯。來，你剛才也舉手舉得很快。玉子燒，你都跑去哪裡了？也是房間，然後就是可能會就跑到床上，然後呢用棉被蓋住自己，也是就是說聽不到，做自己該做的事啊，就是可能寫功課。可以安安心心的寫功課嗎？當然是不行的，但寫功課還是要提心膽跳，就是可能大吼一聲，然後就嚇到，然後趕快衝過去看，然後再回去，然後再看沒有事，你就走回去，然後繼續寫自己功課之類的。雖然沒有人選，但我們很好奇，因為畢竟在我們的這個網絡調查裡面，有17%的同學，他們或許會勸和。所以我現場唔介時候，模擬嘅先我勸和就係主角，不過你當後期佢哋嘅立場嘅態度都係樣板，所以強來看兩禮拜時候立場上。就兩禮拜時候立場上嘅單元，要請教現場的5位小歐，爸媽吵架的經驗你們都遭遇過，請問你覺得自己適不適合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來，現場有5個階梯，如果你覺得不適合的，非常不適合，當然就是階梯1。然後你覺得自己還蠻適合的，應該要當和事佬的，就往比較高的階梯去，比方階梯4、階梯5，請開始表達自己的立場。哎，姐姐，好難行嗎？姐姐，口聽嘛，好，4。和事佬就是去中間勸止嘛。對，勸和。不要再吵了，拜託你們。因為有可能就會被，你會被捲進去那個當下。就不想被捲進去啊！而且根據我的經驗，去跟你爸說啊，跟我說幹嘛？去跟你媽說啊，跟我說幹嘛？嚇到。所以沒有用。來，另外一個極端值，很適合當和事佬的姐姐。我佔到4分，是因為我覺得既然大家都是一家人，就有這個義務要去和好。可是我又想到另外一個情況是說，我如果去和好，到時候我如果想要去幫忙和好的話，到時候反而是我被罵，我該怎麼辦？所以我就降1分。現場係5屆社會各有7屆立場，大家聽咗都好奇。社會安全做啥惡人有人有辦，看我來看呢個禮拜。社會太偏吵。3。坦言熊吵生人的愛傾見麼？我相信沒有一個小朋友是希望看到爸爸媽媽因為吵架，然後可能出手相向，或者是甚至離婚。但是在那個當下，說實在的，那個時候的幫忙其實不見得會帶來好的效果。那個效果不好，其實我覺得也會讓孩子心裡
觉得受挫折，觉得说啊，你们是不是都不在意我？为什么我讲话你们都不听？可是真的不是这样。我会觉得小朋友其实他唯独能做润滑剂的时候，可能是父母冷战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那都一定是事情过后了以后，那他可能才会说，有的爸爸可能才说，哎，传个讯息给妈妈啦，叫妈妈吃饭啊，或者是妈妈才会说，啊，我已经煮好了，你去跟你爸讲啦，就可能会有这种状况吧。对，当传话筒，这可能 OK。可是你说要当下真的大家情绪很沸腾的时候，小朋友说啊，爸爸妈妈你不要再吵了，可不可以这样做？我跟你讲，你可能会被踹飞出去，可能当下的情绪啦，就是这是现况来讲。对，那有的时候反而会希望小朋友在这一点的时候，你要学会保护自己。我觉得小孩子不应该要介入，如果介入当中，我好怕小朋友以后长大就是会影响。会有点影响，就变成是他会太容易察言观色或太油条，因为其实要去揣摩爸爸妈妈在想些什么，我觉得蛮辛苦的。其实就安心的享受就是其实当爸爸妈妈心中各自的一个宝贝就好了。来，看到3个妈妈都觉得，小朋友好像不是这么适合当和事佬，那我反而想要请教，比方说小亮，你觉得大人的问题，小朋友究竟有没有能力解决，能不能解决？我觉得其实不一定吧，要看是什么。如果说你大人吵架是因为什么，像小朋友功课不好啊，或者是怎样的，那小朋友其实是有一个必要去检视自己是不是需要有改善或者是什么的，或者也许你需要跟爸妈解释。例如，爸妈为了你可不可以玩电动而吵架，或许你有必要跟爸妈解释说，我为什么可以玩电动，是因为我把功课都做好了，还是怎样？来，很多人在面对父母吵架的时候，大家都会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既然你们这个结婚之后，生活这么不美满，这么爱吵架，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听我来看，4位太天吵哈不。今年我严家，给他娘不会结婚哦。既然会吵架，那为什么要结婚？我觉得这问题问得太棒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结婚。对，只能说这个恋爱中的男女都是盲目的。在结婚前，所有你觉得对方可能你无法忍受的事情，你都觉得啊没关系，他的个性就这样，以后就好了。但是当你接触到结婚这一段的时候，很多事情是生活上面的考量的时候，它是完全颠覆你原本的童话故事。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了美丽，然后幸福，然后多的生活，其实那个是不可能的。因为是每天白天也可能假日白天也相处在一起，然后晚上睡在同一张床上，你就会发现说，真的好多生活习惯不一样。每次吵完架，我也都这样问自己：我干嘛跟他结婚？是没错。但是问题是，吵架不代表我不爱对方，只是我们在沟通，我们还是一直爱对方，所以才会跟对方吵架。如果我们哪一天不吵架，那就这个婚姻可能就完了。比较被也得出几个问题，也得爸爸妈妈没有问题，想要问4位哟。请问你会因为爸爸妈妈吵架而觉得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家庭，以后去住在外面吗？我想问小朋友，就是如果一直经历父母吵架这件事情，你会对父母的爱会不会减少？听完爸爸妈妈们的肺腑之言，小欧们有没有什么感受？巧克力呢？我是觉得说，我的离家不是真的想要离家出走，就只是出去外面散散心，离开这个环境。因为离开这个环境会让我可以疏解压力，可以跟别人讲，我会觉得更好一点。但是不是真的想要离家出走，就只是想要离开这个环境。其实有时候爸妈吵架也会让我可能会想要离开家，因为爸妈有时候吵架就是像我前面讲一样，像就是讲话不经过大脑思考，可能他们俩在吵关我的事情。然后他们两个可能严重了，他们在那边说你女儿怎样，然后就是可能有一点伤了我小小的心灵，然后就可能有一点想要说，就是心里会想说啊，你们这样说我不是，那我离开家好了。不要做傻事哦，不要做傻事。
当然是不行。对对，刚才那些爸爸妈妈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吵架，我觉得大人吵架应该是因为他们互相在乎对方，所以才吵架。嗯哼，就是因为他们在乎对方啊。我觉得我并不会因为爸爸妈妈一直吵架而变得不爱他们或者怎样，我只是多少还是会希望他们不要那么常吵架。所以节目嘅最後，我就強調，天時挑戰所有嘅觀眾朋友，應有班看台繞嘅上操，尤其經過兩次嘅討論，看到按到社會來繞嘅幾條嘅講法，兩種問題，第一繞係講上操，我本意想離開麼？第二繞嘅上操，咁會減少你對幾條嘅愛，請大家好好嘅思考。以上是兩禮拜節目內容，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下週禮拜六晏晝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社會是天土，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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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楊義輝，分享什麼呢？禮拜一。社會是天土。對不起，我應該這一季還是這一季？我也忘記了。所以你們的答案是？哦，我覺得吵架的爸媽像豆。我只有喜歡他吵架的那麼吵。